继续来看，新竹有一个邝先生，到云林北港妈祖庙的附近开2000块买8地大饼，过灯刚一拍开，差一点仔昏倒，讲拢已经走味，而且佫生菇，啊8地有5地已经过期了。卖大饼的店家表示道歉，嘛已经退钱。各式各样的大饼哦。 来到云林北港的妈祖宫，真侪人拢会伫庙口买饼，食一粒传统的好滋味。邝先生只好到附近饼店开2000多块买8地大饼，拍算要送人。鸡蛋刚拍开，看一个险啊昏倒。这个较夸张哦，你看。 我当作这是气死嘞！真空包装的大饼竟然生菇，规块饼拢是白菌，看一个规身躯拢起鸡母皮。将其他大饼切落食看卖，味嘛拢怪怪。邝先生详细检查，才发现大部分的大饼拢过期啊！非常生气啊！他就是一度的否认说，我们店家怎么可能会卖出这种饼？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。邝先生是正俩讲，生菇的大饼顶悬印2个有效的日期，互人怀疑讲敢是有封盖过。另外一个日期表示不全，含糊的是有效的期限已经超过14天。这点饼店无做回应，严格根据了解。 因兜的饼是甲其他店家进回来买。动工现做啦，咱就拢就订单咱遮动工。伊就单来，我来做再互伊，过来阮就无啊，你无可能情意流流。饼店对邝先生表示失礼，嘛已经汇款退钱。到底是倒一个做饼的环节出问题？目前已经交予卫生局调查，找出真相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